路對廣告之後，繼續收聽遲教國際，你就禮拜新聞後，同你大家來關心些，你東北亞最新的趨勢變化，進展不大家完全冇想到嘅，今天呢就係中國落習近平見面，到底馬啥規劃嘅？你也稍後我就嚟到講下，今日的節目地圖為大家繞長度係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嘅主任董思齊，董主任，主任您好，大家好。謝謝主任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現場。那其實不止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其實過去這個禮拜，我們在大部分的媒體上，國際關注的焦點都是這件事情。那我比較好奇的是，這個當今數一數二這麼年輕的國家領導人，有人說他把這個小國外交玩得淋漓盡致，那也有人說，究竟是在幫中國，還是中國在幫北韓？很多的疑問。首先，我想要好奇是，我們觀察北韓那麼久。從這個他上任以來，導彈試射到整個局勢被他搞得這個像是烏漆嘛黑、亂七八糟，沒想到現在好像整個局勢都變掉了。那是朝鮮的目標跟手段一直都這麼清楚嗎？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朝鮮的目標其實是非常的清楚的哈。那我們來看一個國家的行為的時候，其實基本上可以分為所謂的戰略跟戰術層次。那從現在的北韓的作為，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確就是一直在朝着一個同樣的一個戰略目標發展，也就是擁核之下呢，然後去促成所謂的有核之下的和平和安全。那在這個過程之中呢，它就有非常的彈性哈。從2017年整年都一直在試射這個導彈，然後來做這個核試爆，到2018年突然轉為和平攻勢，那基本上雖然它的戰術手段上有所改變，但是它的戰略目標卻是清楚的，希望能夠促成跟這個美國這樣的大國來做平起平坐，能夠來做這一個和談，這是它一個最終極的目標。然後透過這樣的和談，那最終就是要保障它北韓政權的穩定，還有要保障這個北韓這個國家的這個生存的安全。老師講到是北韓的這個生存的安全，讓我比較好奇的是，我們原本以為在這一件事情之前，其實大家討論的是美中的貿易大戰，是，然後川普開始對中國祭出一系列的接近制裁的這個高關稅，對。可是為什麼在這個好像是中國陷入這樣的困境當中的時候，有點像是北韓出手來解救習近平？那老師剛才提到的是這個金正恩對他自己、對北韓、對朝鮮有什麼幫助？事實上，我們看到好像，不是只有幫到自己。是，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一次的這一個中朝之間的會談哈，那的確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鏡。然後它這個時機點也非常的巧妙，而且這個時機點，這個會談的這個結果出來之後呢，各方就開始在預測是不是這個中國對於這個北韓的這個主導性，對韓半島的主導性又把它奪回手中。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就結果論來看的話，好像是有這樣的一個局勢哈，也就是說，在美國其實不止對中國，它也對俄羅斯發動驅逐60位外交官哈，它要開始展開這個全面的對所謂的中美這兩個修正主義的大國要做一個戰略性的一個調整的時候呢，這時候北韓在韓半島這個核武問題之中居關鍵角色的這個國家，它突然之間這個元首過去從來沒有這樣訪外過，然後也從來沒有訪中過，那突然之間以一個超級高的規格被中國給接待過去。我看還有軍禮啊，然後對待他，甚至已經更勝以往對待他爸爸、對待金正恩、對待金日成。是，然後甚至是說到最後，這個新聞的揭露，還是由中國的這個官媒新華社來直接來做一個大幅的報道。以往並沒有這樣的報道過方式哈，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哈，就北韓的戰略價值的確是在透過跟南韓的會談準備，以及透過要跟美國的會談的準備之下呢，有所提升。而在有所提升之下呢，我們馬上看到的就是中國針對這個北韓的這個戰略地位的提升呢，也感覺到說它不能在這個韓半島事務上面被邊緣化，那甚至它也要發起更積極主動的角色，所以才會促成了這一次的所謂的中朝的元首的高峰會議。那我們都會認為它是高峰會議，畢竟兩個領導人見面。然後我們看到之前包括王岐山也去了，然後王滬寧也去了，幾乎是全套的國事訪問。但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注意到，其實在我們剛才講新華社發布的時候，裡面的用詞是非正式訪問。是。
这么正式了还非正式啊？对，他的这个规格之高哈，是在过去的这一个，不管是他的父亲或是祖父在访问中国的时候，都从来没有这么高规格的接受待遇哈。那甚至有这个评论家指出哦，就是说这个甚至不会输给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这个习近平接受这个会面时候的这个规格。文在寅跟他见面也没有这样的、啊。是，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就是中国是有意的把这个北韩的高度拉高，但是为什么要采取这个非正式访问的方式呢？那理由在于说，在一般的国家的这一个元首之间的正式的公开的访问的时候，正式访问的时候，基本上的日程都会先公布，并且会先稍微把它的行程稍微把它揭露出来。但是这次北韩呢，那过去北韩也在出访中国的时候，也是采用这种秘密突袭式的方式。那一方面有它本身安全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说用正式访问的话，那一定各界就会开始对于这两个国家给予压力，然后去了解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朝的会谈，一个最大的核心意义就在于说，不管是由谁发起，但是他们谈论的内容却可以影响到之后的南北韩的会谈，以及这一个美朝之间的会谈。那所以说，中国从原来的这一个只是能做旁观者的角色，现在变成了中间又找到了一个它可以切入的点。那甚至透过跟对北韩的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到杨洁篪就马上到南韩，然后接下来又要去美国去访问，那就是要宣示并且告知这周边国家，在韩半岛事务上面绝对不可以忽略中国的角色。可是在这边我有一点点不懂，要请教主任，就是假设如主任所说的，其实这个访问某种程度上在新华社公布这些画面之前都是秘密在进行当中，没有任何人在外界完全无从得知。可是既然是秘密，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空间，究竟他们谈了什么？是，然后他们去了哪些地方？是，因为他毕竟他公布的东西非常的片段，而且都是很外围的一些画面。没错。可是，在这么多我们所不知的秘密的情况底下，外界好像大多给予正面的评价，包括美国，包括川普在推特上也说，哦，那个他们的事情有先跟我讲，虽然是很短暂的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是。而且很好玩的是，原本我们以为在川金会要登场之前啊，中国被冷落啦，他已经被边缘化了。现在看到结果是，习近平马上反将一军。那被反将一军的川普竟然还肯定这件事情，而且这是一个秘密，是我们就不懂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川普，美国总统川普总统的这个行事风格啊，就是他非常有能力的哈，会把所有的状况都把它转调定性为是对美国有利的，而且跟他有关啊。所以在这件我想这个中朝之间的会面呢，他也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那基本上他就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自信心，他认为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之后的这一个美朝之间，如果说有会面，也不会受到这个中朝的会面的影响。那所以他要展现出这样的自信心。但是这个资讯到底是不是公开的，然后是不是说都完全就是各国都已经知道说这个中朝之间会谈些什么？我想这可能还是有疑问啊。所以主要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仍旧对于这个中朝之间的高峰的会谈，元首之间的会面到底是由谁发起？然后另外一点是在这个会谈之中谈了哪些内容，我们并不清楚。所以这个比较有趣的是说，我们如果说这个有两方面的假设，一方面是中国主动要求，那就有点像是说我宗主国，我叫你藩属国，你要过来跟我朝贡，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对，那另外一种有可能性是北韩去要求那我是不是这个时候来可以跟你见面？那不管是由中国发起，或是由北韩发起，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那朝中之间、中朝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包括张泽成被这个处决，以及包括后来这个金正男的事件，那包括这个特使两国之间特使的访问层级并不是那么高的状况之下，其实还有包括这个中国主动积极参与了所联合国的对北韩制裁案，对，这些都使得中朝之间的关系陷入一个非常紧张的一种局势。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过去习近平不愿意接受金正恩的访问或是会面，或者说金正恩没有办法见到习近平，而现在不管是由谁发起，而最后能够促成这次的会面，都显见的这个北韩在这个外交博弈之中，透过小国外交呢，展现了他自己可以谈判的筹码，并且让其他国家必须要接受他的这个邀请。所以我们接下来必须要观察的就是，那这个中朝之间的会面呢，到底中国给予北韩什么承诺，以及这样的承诺之下呢，北韩会拿着这个东西如何去跟美国来做谈判或是沟通。这边我想先请教老师，就是说，过去这段时间，包括老师提到从张泽成跟后来金正男事件，其实
我们更早从金正恩上台以来，中朝关系某种程度有一点貌合神离，是以往在金日成或金正恩时代没有看到的。那最近他们关系又不好，有没有什么转捩点？有没有什么事情之后让我们发现，好像他们两个关系有转缓？我没有看到这样的，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看到。那另外一点说，假设把这一次的这个时空往回推，看到以前1989，包括金日成访北京，或是后来的2001、2004金正日访北京，其实有没有什么在我们可以对照的地方？好，那我们可以看哦，就是从这个关系，从这个最近的中朝之间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朝关系其实基本上是越来越紧张。那紧张的原因的话，那最主要还是因为被中国还是认为说希望能够用外交的手段来跟这个北韩进行沟通。可是，在实际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实践的过程之中，他却是参与了这一个联合国的这个对北的制裁案而且在对北的制裁案的这个集结升高之下呢，很多过去可以帮助这一个北韩的一些管道那慢慢都被发现了那朝中之间呢，在高层的互访上面又受到一个限制的状况之下，事实上在这个习金这个会面之前呢，这两国之间完全没有透露出任何有这个转圜的这样的状况，是我们也看不出来。所以这一招呢，这个习金的这个会面呢，其实很多人都推测认为这个就是金正恩在外交上面的成功所以他的奇袭。所以说他在透过这个方式呢，基本上呢，一方面其实对作为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对于北韩来讲，在他旁边经济上面和安全上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所以你要北韩完全忽视不理中国的意见，有一点困难。那更重要一点是，那北韩除了核子弹之外，除了这个弹道导弹之外，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跟美国来做讨论？那这个东西除了这个之外，好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跟美国讨论，所以这时候中朝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朝鲜突然之间有能力可以影响中国的这件事情，也变成朝鲜能够跟这一个美国来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嫁接点那至于说这个访问的这个顺序的话，那我觉得比较值得参照是2000年的时候了。那2000年的时候，南北高峰会谈之前呢，那事实上这一个之后，本来有说本来那一年的8月秋天的时候有机会会促成的这一个美朝的高峰会谈。那在那之前的话，就有这个北韩的这个领导人就有去访问中国那当时有这样子，结果后来因为这个美国也是后来也历经要政权轮替的准备转换期，所以后来没有促成了这一个第一次的美朝高峰会谈。那所以那一次呢，其实是最接近美朝高峰会谈的一次，而且在那之前我们也可以看到，要进行这一个会谈准备之前呢，北韩的确也是有去访问了中国。那所以显见的中国在这中间呢，还是有它的角色跟地位的存在。即使经过了18年，好，安生新闻董主任上班做安精彩的分析，都安生结果下，讲到国内关注，係講你係要從泰國嚟報紙，到底馬沙讓與馬沙樹，台灣對泰國報紙當中有做扮演乜嘅角色？先聊一下，咁住面。我進到討論嘅現場，取除了關注兩種本大家當然以外涉金費。老師，陳總，您剛才講到，金正恩2012年上台之後，其實不曾踏出過國門，沒有外訪過。那他的第一次獻給了這個習近平。是，我們這樣講，究竟雙方實際要圖的是什麼？那如您剛才所說，這是一場大國博弈的話，是，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如果我们从现在这个大国博弈的状况来看的话，基本上事实上大国之间的战略目标感觉起来好像都是类似的毕竟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中朝之间会面之后的这个新闻稿上面有提到说，中朝他们都要朝向这个和韩半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目标那所以不管这个是口头上的或是实际上的，至少它的宣示上面还是。无核化，可是就是因为它有核，才有办法有这个无核化这一场会谈。对，没有错。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说美国也是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无核化，周边国家都是希望能够实现无核化，那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说，那北韩持续的保有核武的这件事情，它到底的战略的目标和它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一次的这一个会谈，以及后续的一连串的会谈，我们可以发现到说，有一些可以慢慢就可以整理出来到底北韩要的是什么。
那当然过往啊，北韩也不是说没有说要契合过啊。那他要的到底是哪些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开始当然就是经济上面的松绑嘛，再来是对于这个外交上面的松绑放宽，然后还对于北韩的援助嘛，然后最后最后的结果是北韩常常就是毁弃了他们本来的这一个承诺嘛。所以在这个实践过程之中，我们才可以慢慢的看出哈，那到底北韩在这一次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哈？但是这个对于中美这两大国来看的话，那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太平洋上面啊，在这个区域里面，特别是以韩半岛为起点的这4个热点之中啊，都能够在双方之中都能够在中间能够掌握到它的主动权啊，并且不要在这个区域里面被忽视或者被边缘化啊。所以我们从这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点，就是说各国都开始逐渐的凝聚出它的战略的目标。那不只是美国，不只是朝鲜，不只是中国，甚至邻近的这些国家啊，韩国、日本、俄罗斯也慢慢的要展现出他们国家的战略。我就接着老师讲的这个问哈，其实金正恩开了这个第一次出访这一枪之后，接下来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啊！哈，你看4月紧接着可能就是要跟文在寅见面，然后5月跟川普见面。是。那另外一个急着预约是隔壁的这个老师讲日本安倍晋三6月要见面。是。在这个之前。这一次第一枪的这个访问，他定调为非正式访问。接下来3个我们都知道了，如刚才老师讲的，他某种程度就已经是正式访问，因为他已经事先预告了。没错，没错。这么多元首的高峰会，哪一个对北韩来讲是最重要？那哪一个又能获得实际的帮助？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哈，现在的这一个，其实这个抽签拿号码牌，其实已经排到很后面去了哈。先是中国，接下来的4月韩国、美国、日本，现在连俄罗斯也有可能会去会面了哈。那从这一系列这样排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于朝鲜来讲啊，它的有这个重要性的排序了啊。那当然，这个重要性的排序里面还有包括说，它要铺陈出它想要的结果嘛。所以我们可以从中间来看，其实最重要对北韩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朝美的高峰会谈。那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是他的父亲跟祖父都一直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跟美国平起平坐，并且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同样的高度来做一个谈判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呢，在过去从来没有实现过。那所以对于朝鲜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朝美之间的这个会谈会面。但是为了要达到美朝之间的会面，那它在过程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影响力的排序就出现了哈。那本来认为说是透过韩国，然后来跟这个美国，但是中间突然之间有一个蓝湖啊，中国这样突然出现，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中国对于这个朝鲜的影响力是很实质的，并且呢，它也有左右一些议题的能力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美国的这个会面之前呢，至少这个叫做 agenda setting 嘛，就是我们要对议程上面有所影响在排序。所以对于韩国和中国来，南韩和中国。想见对于跟这个美朝之间的谈判呢，会有或是这个会面会有一些议程上的影响，而后续的包括日本跟俄罗斯呢，则是针对了前面的这些会谈的结果之后，那接下来这些国家要如何来对应，以及要如何来加入啊，这是一个后发，所以我们可以从很明显的从这个时间顺序点上面，还有从这个北韩的战略目标，可以很清楚的勾勒出来，其实它对它最重要的应该是美朝会谈，而前面是做准备，后面则是在做对应。如果如老师所分析，最重要是美朝会谈这一边，我就要特别请教金正恩这一次去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在会后的这个新闻稿里，我们也看到老师刚才也约略提到，他要照前领导人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金日成、金正日所说的，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这就是川普答应跟他见面的前提啊，而你现在。在这个蓝湖的习近平出现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大礼送给习近平了。你接下来要去跟川普见面，你还要带什么等路？是，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金正恩啊，在说传出来说要做这个这个川金会的之前事实上一直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把这个在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之前，他都没有把朝鲜半岛要无核化这件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讲。我以为他留到见面的时候跟川普讲，结果现在跟习近平讲。对，跟习近平讲啊，所以就可以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他就是做个面子，做个球给中国。但是更重要一点是，那这个之后呢，他跟美国要谈哪些东西那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停战协议变成和平协议
吗？很有可能他会想要有做这样的要求。那做出了一个这个和平协议的话，停战的协议的话，现在其实朝鲜半岛现在仍旧是处于这个停战的状态了。是，韩战就是一个停战，韩战之后就是一个停战协议嘛。那接下来这个和平协议能不能促成？那在这个人类历史或者是东北亚历史上面，韩半岛历史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哦。但这个过程之中呢，到底哪个国家比较具有关键性的角色？现在看起来就像是北韩现在是让这个中国啊，在这个中间有一个面子。但事实上，这个北韩想要拿到的，除了面子之外，还有里子。这个里子的部分的话，那就要分2个部分来看了。一个当然是经济，一个当然是安全。那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北韩比较依赖的中国的部分是经济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目前看不到说中朝之间他们到底达成怎么样的协议，或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在另外一个部分，安全的部分的话，那则是呢这个美朝之间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在韩半岛上面呢，到底还会不会残留美国的势力？那如果没有美国的势力的存在的话，但联合军演跟萨德都已经在那里了。是，所以说这个东西要如何处理，而这些事情后续呢要如何来做进行呢？会变成美朝之间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讨论的议题。而在这个与此同时呢，其实这个会比较符合中国的利益。那因为对于中国来讲，他巴不得把萨德移走。在韩半岛上面呢，其实重点不是北韩有没有核子武器，重点上面是不是有这个美国的这一个监视器，或者是美国的这个监视器在这边，这会对于中国而言，它是比较在意的部分。那我们讲哈，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在之前这个6方会谈后来搞得草草都没有结束的时候，绕了一大圈，看到现在。然后每一个开始拉回来了，从中国，从美国，然后接下来老实讲，日本要回来，南韩要回来，俄罗斯要回来，怎么走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那如果是回到原点的话，我们还能不能说依旧跟以往的6方会谈一样，还是由中国来主导东北亚的局势？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是现在东北亚的局势已经不再是用这个多方会谈的方式来进行那现在正在进行之中，如火如荼进行之中的是所谓的双边的会谈。对，而过去呢，在这个东亚地区里面，双边会谈的主轴常常都是美国。因为美国在东亚地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所谓的轴幅战略也就是以美国为中心，跟日本、跟韩国、跟台湾准关系，然后还有跟菲律宾，还有甚至跟澳洲、印度，然后建立这个所谓的双边关系。但现在美国有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是他希望呢，除了这个双边关系之外，他希望能够打造这个4方的这个联盟，然后以及透过这个联盟去做出更多的这一个联盟来对制约中国所以这是美国的一个战略。那对于中国来讲呢，当然他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多边的方式来做一些因应，所以他新发起的除了一带一路之外，他也发起了很多以中国为首的这些合作计划以及组织所以在东亚地区里面呢，其实这两大国的这个战略的联盟已经慢慢要准备来形成。可是，在最近的这个变化之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其实接下来很多会谈都是以北韩为中心来做会谈，北韩一个一个来会谈。那北韩一个一个来会谈的时候呢，是这个效果其实跟6方会谈就很不一样，因为6方会谈的一个核心基本上还是要维持在韩半岛周边国家大国的一些利益，所以你可以看到6方会谈最后呢，能不能成，能讨论些什么东西呢？其实当事主的南北韩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周边国家比较重要。老师，那这里我就要问，我们身为周边国家，我们也不是当事主，我们在这里面的角色是那这对于台湾来讲呢，我们其实很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是没有人会征询我们的意见的，也不会有人看我们的看法。是，但是对于台湾来讲，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其他大国他们现在的国际战略、国家战略、大战略方向是什么？因为这个大战略的形成，通常都是10年、20年的那虽然在韩半岛这个问题上面，面对到金正恩这一个很特别的领导人之后，开始摩擦出一些火花，但是基本上都还是会符合这些大国的国家战略和背景。举例来讲，像中国，他现在就很想要去营造出所谓用“一带一路”，然后这个跟其他国家的接轨之下呢，希望能够营造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然后他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协助东北亚这些纷争的解决。对，然后美国的话，它有所谓的印太战略那日本呢？致力于要形成它的所谓的这个正常化的国家，还有要在2020东京奥运之后，希望能够让日本能够再次的复兴，再次的伟大。然后俄罗斯有它的这一个东方的政策，也有它的这个欧洲的战略。那在这些的过程之中呢，那到底台湾本身的战略是什么？这个反而是我们在看到其他大国的战略，因为大国的战略会最后就会连接的就是他们大国的
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以及他们想要达到这个国家利益所做的手段。所以，即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台美之间的关系好像还不错哦，台湾旅行法，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军售案现在正在谈，然后或者是说高层人士的互访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觉得说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最主要原因一点，这个是呼应美国现在的国家利益。哦，那这个国家利益之下，尤其是川普的利益，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行他的战术哈，所以这个对我认为这是一个所谓的战术的作为。但台湾应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认清这些周遭国家的战略目标，以及他现在在做的战略手段，那从中间呢来找到台湾可以切入的一个焦点啊。例如像是在最近的韩半岛的立场啊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说现在韩半岛现在在和平，在这个谈和的气氛之中，那我们也要释放出我们也是个和平爱好者，我们也愿意参与这个和平的机制哦，我们至少也要有这样的表现。至少我们在大家所认同的普世价值上，我们都是在。